爱情、事业都顺利的周兴哲，出道5年，已经有2首歌的 MV 突破1亿点阅次数，也是继周杰伦、林俊杰之后第3位有2支 MV 的歌手。他也开心宣布，今年终于要攻下小巨蛋。歌手周兴哲终于了解自由，我终于解自由，不是都是心碎后才懂。周兴哲的周氏情歌让人听得陶醉，难得办粉丝见面会也一圆歌迷梦想，和周兴哲同台合唱。歌迷 vs 周兴哲，让我们回到那一秒，你好不好？这首歌不止歌迷爱听，也深受网友的喜爱，成为周兴哲出道将近5年以来第2首 MV 点阅破亿的歌曲。歌手周兴哲，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，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，你好不好 ？MV 上线914天后，终于在1月底突破1亿大关，也是继以后别做朋友又一首破亿 MV。歌手周兴哲，很谢谢，因为我认真认为音乐是会说话的。12岁开始创作，我一直以来对我的歌曲是充满满的自信，然后一出道就是要杀一条路出来。周兴哲成为华语歌坛最年轻就达到破亿纪录的歌手，同时也是第3位有2首 MV 破亿的人。另外2位是周杰伦的《告白气球》，以及和张惠妹合唱的《不该》，林俊杰的《不为谁而作的歌》和《修炼爱情》。歌手周兴哲，我自己以前在去美国的时候，也听很多周杰伦的歌、林俊杰的歌，他们的音乐是给我力量，给我鼓励。可以和偶像一起并列华语歌坛纪录，周兴哲觉得荣幸。今年要唱进小巨蛋，周兴哲不只练歌喉，也想要练身材，展现男子气概的一面。